啊，咱所有贵宾吼，来遮坐啊！各位好朋友，真欢喜。今仔日会使讲是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咱台金门分区以及咱观光协会、导览协会大家做伙办会使讲是今年度伫咱园区的最后一个较大型的一个活动。其实咱大家知影，这个园区不算是吼，逐礼拜都安尼抢滚吼。因为拢真希望大家会当利用这个真自然的所在，希望大家人会当努力恢复咱家己的什么，家己的语言，对无？咱家己的文化，这是咱大家上要紧的工作。所以我拢讲吼，请大家会记得讲，咱大家做伙念一句讲，我若讲台语，大家毋知会使讲什么袂？真欢喜，会使袂？会使。你有欢喜无？哦。咱大家较大声吼，第二句就你有爱我无？你有爱你无？第二句讲台语，我爱你。第三句讲讲台语安怎？赞啊！好，安尼好。这普通过去安怎？讲无语吼。会当伫遐翕一张相，然后阮随甲你印出来，就随送互你，安尼敢好？敢好？所以你着爱有去翕这就是做一个纪念。恁可能毋知影，第一个伫遮翕相的是啥？你敢知？蔡英文总统，恁会当去下骹迄间，你就看到相伫遐吼。你敢要还鼓励两句啊？你考了吼 ，OK 好，你先坐，你议员吼，你先坐议员，好来，这我这个社区的理事长吼，来，这阮的议员，这个少年的议员，冲的吼，这个话要甲泡泡一下来，来，有人要就咱的若伫台语电视台经常会看到吼，罗教授，来，个教授林秀切。太啉拍袂好啊！者吼，这种足巧的吼，即摆是咱的国代表吼，后壁今仔日其实蒋炳辉江代表吼，今仔日的司仪
你
爱保守。大家会使做伙唱，不要紧，大家做伙唱。掌声鼓励！处长杨议长，还有咱今仔日所有的贵宾，还有咱今仔日咱的台语家庭咱所有的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谢谢真欢喜每一届来到咱台语文创意园区就看到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带着咱的小朋友，大家做伙一只上感谢的是咱的关怀文教基金会会当推动咱的这个台语已经足侪年的时间，嘛受到足侪人会大家同心行共路啦大家做伙拼，互咱这个母语会当向下扎根。再一次感谢大家因为今仔日天气有较凉凉也大家爱注意保暖祝福各位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咱中华联欢。
大家好，我是蔡定雄，这个是阮小弟。大家好，我是蔡婉琪。这个是阮母啊。今仔日发生一件代志，我感觉无啥物问题，毋过阮母啊，感觉足严重的，因为这件代志，伊今仔日一直无欢喜。我咧无欢喜，是安怎我会无欢喜？你家讲。 是安怎我会无欢喜？我敢有影直接食饱烧鱼，你爱生气？是啊。你是咧，我食饱烧鱼，你爱生气？你家讲，我叫你去买啥物？我安尼上班上几工倒啊？我都出腰，你会晓袂？会晓的。摇巴肚巴肚摇，巴肚摇摇，巴肚巴肚摇。 巴肚摇摇，巴肚巴肚摇摇，巴肚巴肚摇摇，巴肚巴肚摇。会晓就好。啊，我叫你去买啥物？你甲我买啥？我讲我叫你去甲我买便当，你买啥物嘞？我买电风啊，你家己讲的啊。买电风，啊电风是会食一hin。而且我叫你先煞去帮我买无花果。好来，你讲你买啥物？ 牛仔裤啊，而且吼，你搁无甲我讲买啥物色的，害我伫遐等足久的呢。等你一个乌汉一个紧。就你安尼讲话，会惊惊，互人误会啦。啥物误会？我搁咧6岁、7岁、8岁咧。懂嘞。哦，而且吼，迄个时阵我搁咧困咧，伊就直通电话甲我吵起，叫我去甲你买物件，我物件买转来，你搁咧念，我本来吼是要困到主人死的呢。啊？你讲你要困到主人死？哦，啥物主人死？我讲我想要困到主人死，来念一摆，主人死。 主人死，吼，我真正会互你气死。吼，我嘛会互你气死。我真正互你气死。啊，即摆咧，无便当好食。上无好，你要互老师罚帖。罚帖？啊是安怎互老师罚帖啊？啊，你就唔知，应该吼，我拜托你去甲我买皮卡丘，结果咧。 你抱一只最大只的皮卡丘转来。皮卡丘？啊，你毋是讲你爱皮卡丘？我找迄只皮卡丘，佫找足久的呢。迄只有够水无？对无？有，这个多。是有够水啦，毋过我爱的毋是迄只，我爱的是写字画图要用的笔骨笑。啊，笔骨笑，你就讲你爱笔骨笑，我就去甲你买一只。啊，毋是，啊，你甲我讲皮卡丘，我就嘛甲你买迄只皮卡丘。啊，迄只皮卡丘较古水点。当时要表演，当去拜托呀。 无早有啦，我去互老师罚听呢。我看咱三平时台语无好，是耳孔无好啦。咱台语吼，就是食苦你就会，食运动你就袂破病。嘿啦，咱吼爱定定讲台语，安尼毋着太会变倒。 好啦，反正家己便当也无啊，行，我带你出来外口食。多谢大家。来参加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的活动，我感觉真有意义。
即马真侪囡仔拢听无，嘛袂晓讲，借这个机会，互囡仔有机会认识。平常时伫厝内，我嘛会甲囡仔讲台语，听台语歌，希望囡仔听有嘛会晓讲。台语是咱的母语，我有3个囡仔，拢是查甫的，囡仔里有来2个，一个大兄，一个二兄，第3个才2岁。本来算命的讲第3个是查某的，结果生出来嘛是查甫的。算命是好哩，毋过查甫的嘛袂要紧，我一定好，再来互大兄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关金耀，我是大兄，住伫咧香港。我的兴趣是拍篮球，读香港大同国小4年啊。今仔日阿母带我来参加活动，真趣味，来介绍我故乡的好食物。香港名产猪肉面，咸甜甜甜，有肉汤的冰。你若有来香港，会使来食看卖，真好食，别位食袂着，搁来我小弟介绍。各位大家好，我是兄。今年2年啊，我上介意热天，甲阿爸阿母去香港海边啊学蛤蟆，有时阵学真多，有时阵学一点点仔，有闲来香港佚佗，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好，今仔天气真好，我住伫咧台南新营，我过来中华新港13年，自细汉甲我的阿公阿嬷住做伙，所以我会晓讲台语，嘛听有。头一届来中华，我的大家大官甲我讲台语，我竟然拢听无，才发现原来台语无共所在的口音竟然无共，叫做海口音，抑阁有讲物件的讲法嘛无共，这边的。地区，阮迄边叫做萨文，即摆我已经拢听有啊。有时阵伫台南，阁有人当作我是中华人。即摆我的音仔嘛听无啥有台语，啊毋过阁小开始有咧教，希望咱的台语会当继续传落去，谢谢。第3组吴丽兰的台语家庭。黑椒巴拉，菜尾肥水当当，风轻如哩，红滚滚，粉粉粉，Q，味头甜呀，有煮煮，红金桃。各位士大家好。我是对丽玲来的哈，这丽玲来的，我今日带我的囝跟一个我的客囝，所以我呢嘛是组合一个家庭，要来遮甲大家分享。我即马先吼邀请我这个客囝来讲，因兜咧做什么代志？阮兜咧做红牛角，一个人5个人，5个阿爸、阿母、我、小弟，啊，搁一个上细汉的小弟。啊，这恁兜是咧接德，对吧？对啊。这建福德，即马是接红牛角，来，啊，这囝吼，这个囝来，我介绍一下。阮兜大庄脚，四面真空化，正常的。亲像厝内人巴肚卵真大。恁兜真有几个人？阮兜即马有3个人，阮有阿爸、阿母，搁有我。3个人。啊，恁即马拢读对一个学校？中正国校。中正国校，因为吼，拄则阮要来的时阵哦，阮这个客囝就讲，吼，我嘛只想要上台，但是毋知有这个机会无，有这个愿望无？我讲有，这个所在呢，就像伊拄则讲的，讲大家北长拢真快，会当当遮互阮发挥。然后你就介绍恁兜。阮兜
家设备真空快，所以阮若休息的，有时阵休息的时阵，阮家外口拢有报餐机，无就是挂电话机，有时嘛是会念普通机哦。阮家大头前一片拢是残水，啊，伫厝内底四季在变化，我就会甲遮囡仔讲，你看，即摆是春天来的，春天啊，春天是啥？春天花，春天花长真宽，像人天好着地方，有的想要对你讲，在太阳汤，当然嘛汤。啊，恁阿爸咧做啥？阮阿爸是公务员，伊是学校的主任，伊伫高中咧教主任。教主任啊，伊有时会甲你讲，会甲阮讲做代志爱认真，做事爱认真。这个小朋友吼，阮这个天命吼，拢爱顾小弟，小弟等啊一岁，定定课本啊来，就是甲伊拆簿啊，后长边，甲伊加分啊。所以吼，伊伫厝足骨力，有闲就去做事。啊，伫阮迄离林迄个所在，离林去晒啥物？葡萄、火龙果、红薏仁，还有鱼仔冰。啊，咱即摆吼，因为时间到，阮就来祝大家三好好，这里代代子孙出头天，四季热在北前，五色地秋了大七祖八赛，个个祝万载。古德一万，十全十美，红人知。由咱的杨静茹小姐的家庭来开讲一下。欢迎。欢迎。回来家，好笑大家。最近阮妹妹老师拢教伊伫个龙坡，所以阮伫厝诶拢咧练习台语。所以今日想要互阮妹妹有这个机会，拢读一段，甲大家分享。会记哩旧年的生日，阿母心比甲我讲，我要送你一个电马礼物咯。我惊好奇，但是讲到底是啥物？敢会当先互我知影？是我拍足久的手机啊，还是我上爱食的鸡卵糕？伊拢唔讲，敢若微微啊笑。规工仔后，伊摕一盒纸箱啊讲，这就是要送你的礼物啦。伊看纸箱打开普通，无是放手机仔的箱啊，外口嘛无足水的包装，互我有淡薄仔失望。不过纸箱啊掀开了后，我选出一条，哇，一只可呢，哇，细只，你看好个。它是什么？被其他同学碰，真新奇。关于龙王啊，毛人我也会来去分享。但是啊，我若做伫涂骹，伊就会走来我的身边，哪来哪去，亲像咧甲我烦恼。我其实啊，就家己好咧，但是花路遐尼温暖，常常听着人去死了地仔的声，伊就会走，敢若飞咧，砰，从天空来，安尼，爸，阮后尾就甲伊，我入去人仔底，就拍面。我
我的拢好，到家配手金刚虾。好，大家好，来不黑了。讲家己这个活动，所以讲，因为我小朋友真细汉，讲我认为讲这个机会吼，互伊对家己家己运动更加一部分的认识，所以讲，因为伊无法度讲甲阮正常对谈，因为即摆才开始咧创作咧学，所以讲会当讲一寡俗语吼，互大家来分享，过来是就是讲要甲伊，我一寡家己话大家，伊个。对大家一无理解，来甲大家分享吼。大家好，大家好，啊，你啥物名？你敢会讲？你今年几岁？你查某？查某啊，你倒位人？啊，你即摆到倒？啊，你甲啥物人做伙？哎呀，啊！你即摆过来讲一寡迄个拢有成绩哦，大家听好嘛。你是加油啦！加沙高公馆。好好的三亲兄弟，你在哪有陪我去？我有头来高吧。你要去个波的，我会给马上。我就跳支舞，日本很地大，我跳队，跳妈妈，跳地卡，跳阿爸，跳地卡，地卡扣，不能了，我归那老水呢。是小蹦迪，小当黑鸭鸡，把几个跳着人生机，裤的口袋，插裤衩，手手挤过来，今年我不爱。伊还袂讲了啦，会要继续讲啦。还是因为细汉囡仔较袂晓吼，以上安尼讲。就吧，就吧。今仔日哪会遮热呢？是啊，今仔日是咱的台语家庭大团圆的好日子，好时好日。阿姨，你欢喜无？有啊，讲台语哦，啊，这简单啦。哎呦，我敢若底豆油呢，看袂出来。哎，我底看嘿。到底你才知哦？哦，我知啦。你的台语吼，拢是你阿公阿嬷甲你教的啦。啊是讲，伊毋知安怎甲你教吼？你的台语啊，你安尼吼，即个阿公阿嬷吼，甲你教甲这有自信，你要来甲大家讲看卖无？伊安怎甲你教？啊，这简单啦，啊，就食饭讲台语，开讲讲台语，小酒问也讲台语，安尼就对啊。而且伫我细汉的时阵，阿公阿嬷拢会念囡仔歌互我听，听久就会晓啊。哦，真的哦，像拄只迄个两岁安尼吼，安尼，我真好奇呢。你要甲阮介绍恁阿公阿嬷甲你教啥物囡仔歌好无？好啊，就1岁爱人痛，2岁学走路，3岁叫阿祖，4岁学画图，5岁要入学，6岁唱歌兼讲古。哇，袂歹啦，毋真厚呢，我念甲遮尔顺哦。啊，到底你才知哦？哦，哎呦，我知啦，但是吼，听讲哦，恁阿嬷咧开干妈店呢，啊，毋知恁阿嬷吼干妈店拢咧卖啥货？有卖水果、青菜，有鱼、嘛有肉，阁有好食的四手仔，甲好啉的饮料。啊，无怪哦，我看你常常有时吼摕一包迄个四手仔咧食，原来是阿嬷咧开干妈店哦。想讲，啊，你敢会晓顾店哈？啊，这简单啦，啊，
就坐伫遐，若看到有人，就叫阿公来。哈，安尼也做你顾店无？哎哟，我毋是你讲这啦，我是你问讲，你会晓算数袂？你会晓找钱袂啦？啊，这无简单啦。哦，我就知咧哦。哦，原来阿公哦，伊也到顾店哦。会啊，伊哪顾店哪学电脑，毋过哪？老师，我唱互你听啦。来。阿公拍电脑，婆婆摸佛黑白走 ，A B C D 乱乱跳。阿公拍甲用要哭，伊讲拍电脑较困难，压低头。哦，原来压低头比拍电脑较简单哦，是安尼哦。你这两条囡仔歌拢足好听的咧吼。啊，毋过吼，我感觉讲有的人拢讲吼，学台语拢要甲阿公阿嬷学啦吼。啊，其实学台语，敢真正甲阿公阿嬷都来学就有，一世界拢有通学咧吼。阿喜，我会记得你家住伫这附近嘛，是毋是？对啊。是吼，安尼会当吼，较食招阿公阿嬷来咱的台语文创意园区啊，咱遮有文化馆、有亲子馆、电影馆，啊，阁有戏剧馆。拜六我特别是会放电影呢，足赞的所在，较食招伊来遮，你嘛伫遮学着台语啊？真是的哦。是啊。好，阮今仔日两个吼，营营忙报道，多谢大家。大家多谢着李梦珍小姐来抬杠一下。我会徛伫咧台顶足紧张的，甲阮囡仔拍鼓啊鼓励。啊，阮是本正都有咧对囡仔讲台语，看阮穿的衫拢是对我讲台语哦。阮伫咧厝里拢是咧讲台语，啊，今仔日阮想要用阮平常时上介意的方式，就是阮伫咧厝里就是上爱做伙看囡仔册、囝仔册，啊，这本吼应该囡仔，咱在座囡仔应该拢有看过这本，叫做《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就是棕色的形，你咧看啥物？这本伫咧全世界最有名，世界有名，世界简单，囡仔拢足喜这本册。啊，伊有翻译做31种的语言的版本，不过就是无咱台语。看有法度有这款出版商会当甲作者记者来，互咱的台语囡仔这款台文的册通看无？啊，这本册足简单的，阮就用这个做表演，互大家看，讲伊故事的内容，互大家知影。安尼，咱就请武静开始。张学云，你在看啥？我看到一只红色的鸟仔，你甲我看。红色鸟仔，你在看啥？我看到一只黄色的鸭，你甲我看。黄色鸭，你在看啥？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仔，你甲我看。蓝色马，你在看啥？我看到一只青色的水鸡，你甲我看。青色水鸡，你在看啥？我看到一只紫色的猫，你甲我看。紫色鸟，你在看啥？我看到一只白色的狗仔，你甲我看。白色狗仔，你在看啥？我看到一只黑色的羊，你甲我看。黑色羊，你在看啥？你敢当甲我提醒一下？说落来是啥？英语哦。我看到一只金色的鱼，你甲我看。金色鱼，你在看啥？我看到一位老师，你甲我看。老师，你在看啥？我看到一群囡仔，你甲我看。囡仔，你在看啥？我看到一只棕色的鱼，还有啥物？红色的鸟，还有啥？你敢会当甲我倒讲？黄色的鸭，青色的水鸡，紫色的猫，白色的狗，黑色的羊仔，
金色的鱼，都有一个老师要教阮看，这就是阮所看到的。好，这本故事就是安尼的内容。阮用这个台语的版本甲大家分享。嘛希望大家当透过咱平常时拢是手头拢是中文的册较济。毋过无要紧，阮拢是尽量用台语来讲，教囡仔讲话本，因就会愈学愈济。安尼，阮今日的分享就到这，多谢大家。咱家拍鼓啊吼！阿嬷，祝大家平安，我是阿公。大家好，我是爸爸。大家好，我是哥哥。等下还讲妈妈呢。大家好，我是妈妈。大家好，我是妹妹。好，所来的邀请大家来听阮兜讲台语。小朋友，来手洗洗咧，要来食饭啊！阿妈，我洗好啊。阿妈，我手洗好。好，来，咱准备食饭。多谢阿妈做的暗顿真好食，我上介意阿妈卤的猪肠啊。我嘛上爱食阿妈煮的猪肠啊。哦，恁两个人爱食阿嬷卤的猪肠啊，阿嬷以后吼卤较侪互恁食。毋过吼，唔通干那食猪肠啊呢，青菜啦、水果嘛爱食，安尼营养才会平均，安尼才会够大汉哦。好。真好，真好，真幸福。阿哥哥，今仔日学校有啥物趣味的代志要甲我分享一下无？老师今仔日有校阮读建筑，较厉害的人会使代表学校去比赛。啊，你会晓读袂？叫我看一下。趣味，你会当读几个？这个就对。搞屁！无你读互阮看卖咧，好无？有啥物？那有啥物问题？那有啥物问题？啊，来，我甲你斗算哦，1、2、3、4，哇！哎呀，再一摆来，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咱读落就天黑啊！真厉害，真厉害！啊，你以后逐工拢爱好好练习。若真正代表学校去比赛吼，我着带你食好料的。啊，我嘛要去哦。好，哥哥真正最厉害的啊，会读建筑。妹妹，安尼话你分享，你今仔日伫学校有遇到啥物趣味的代志无？老师有教阮唱一首歌。哦，是啥物歌？是天黑黑。天黑黑，安尼你会使唱，互咱大家听无？咱做伙来唱哦，来。天黑黑要落雨，阿公也伫头仔要滚乌，滚啊滚，滚啊滚，滚着一尾酸牛骨，伊也迄道真正趣味。阿公要煮行，阿妈要煮食。两个相拍弄破鼎，弄破鼎，伊也迄道真正趣味。哇，真好听！大家听有好听无？好听！好啊，一个啦，谢谢啦。好，妹妹你这么厉害，湾区吼有举办台语唱歌比赛，唱歌比赛，妈妈再搁甲你报名，好不好？安尼咱两个囡仔表现了遮尔好吼，一定是因为定定来台语文创园区参加活动，对无？对。哦，安尼我决定啊，阿哥甲恁讲，这礼拜刷了后吼，阿哥要带恁过来台语文创园区来看电影，安尼好无？好。看电影看煞了，咱才过来演乐家遐食好米。你要食啥物？我要食蚵仔煎。啊，妹妹要食啥？寿喜汤。啊，好，拢是
是咱台湾上好食的小吃吼。咱若定定伫咧厝里，甲囡仔讲遮个台语，咱的囡仔台语就会拉来拉进步。啊，咱遮个台语文的创意园区，嘛会当帮助咱互囡仔学较侪台语文的文化。啊，这是阮兜讲台语，阮兜爱讲台语，多谢。啊，这是阮教会牧师娘啊，带伊的家细囝来。啊，其实咱每一个家庭，你从咧见细汉就会晓讲，会晓听，会晓唱，会晓讲吼。厝内就是安尼足自然。我想哦，明年吼，大概今仔日我带我的家庭吼，来遮做讲台语哦，大家声。因为我伫厝一直咧讲啊，做一定爱讲台语，啊若无咱台语就咧无去。吼啊，所以我即摆就是讲，今仔日缀互阮两个孙好好表现，吼啊看伊要哪讲，吼啊我即摆先介绍一下，这是我后生，吼啊这是我的太太，吼啊这我的大汉孙，啊这我新妇，吼啊这细汉孙，吼今仔日表演教的部分就是开始就是讲。两个囡仔，伊对学校转来，吼，啊，爸仔就互伊去表演，就讲因伫学校教啥物款的，吼，啊，今仔日大家就是讲看伊两个要哪做，吼，啊，大家拜托，好甲甲拍一个，谢谢。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阮今仔日伫学校。真趣味的比赛，来互因约看卖咧。好啊，咱来看卖。阿公，你先抽一个。我要先抽哦，好来。哦，我是啊，今仔做到遮好，阮无要用，我看咧，我抽，好来，好。你看里长哦，有没有穿外套啊？哦，囡仔跋倒。阿公，你敢知影这是啥物？囡仔跋倒，要来解说，我唔知咧。你啊解说我听，我唔知会知。约一个词，4个字。我知。好，你讲。马马虎虎。哦，对，对。因为囡仔跋倒的时阵会妈妈好，啊，所以个妈妈个照顾伊个夫妇的，所以就是马马虎虎。好，我阿嬷抽一个。阿嬷生查某囝。大家要看卖这是啥物？阿嬷生查某囝。约会对哦。约一个词。生哥对哦，对，我是哎，生哥对。阿爸，你抽一张。我抽一张。我抽到的是阿公娶某。哦，我遮济岁，我免那个娶某，我那要感觉伤下嘛。加婆。哦，加一个人，加一个啊，加一个某。我阿母。我抽到的是放下顶牛角，我想要看卖。因为牛角顶嘛，所以放下甲顶应该嘛数无会，所以应该是无彩工，对吧？阿母真贤呢，你约着啊？好。可能话哥几款啥物款呢？哦，我来。帮阿婆放炮。帮阿婆放炮。啊若无代无志去帮阿婆放炮，这要感觉伤寒。惊死啦！厉害，最后一个。上尾一个。员工啉烧酒。面红红，我知面红红啦。唔是啦。唔是哦。 4个字，酒醉。4个字，4个字，安尼要哪讲？看袂出来。哦。伊个面都红红，啊，所以话啉烧酒，看咱嘛看袂出来。哦。讲台语，真欢喜。我
阮兜介意讲台语，讲台语，我爱你，讲台语，今仔日讲台语，赞赞，多谢大家。好，谢谢。马大哥，马大哥，我等我有看到马大哥。大家好，我是张雪颖。大家好，我是张轩颖的妈妈，真欢喜今仔有机会来甲大家开讲。妈妈，咱中华有啥物好耍的所在啊？哦，恁幼稚园的老师有鼓励恁去熟悉中华，啊，你敢晓会记你老师拢甲恁教啥？我记哩，老师有讲咱落英，大家拢会对北平甲南平，因为是伫咧清明节时阵来到遮，所以就叫做清明节。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咱落英一万四九清，就是咧讲较早的人拢拍鸟仔落来遮，所以咱落英减少真济。毋过即摆的人大家较有环保观念，尤其疫情的时阵，较无人出来拍鸟仔，所以这嘛是咱落英比较较济的原因。哦，你记甲真清楚哦。希望大家拢会当好好啊来保护遮个动物。讲到动物，妈妈想要来甲你考试。你敢知影12生肖是倒12只咧？我知影，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狗、鸡、狗、猪。啊你袂感觉足奇怪？是安怎咱定咧看遐个猫仔，那无伫内底咧？就是啊，为虾米咧？这是有故事的哦。古早进前，天神甲动物大家有讲好来比一个比赛游水，所以大家拢伫咧河的边仔排队，想要抢第1名，因为头前几名就会使去互人排做12生肖。不过猫仔袂晓游水啊。嘿啊，猫仔袂晓游水，所以猫仔听到这个消息了，足紧张的。伊赶紧去找鸟鼠，问鸟鼠讲：安尼要安怎？鸟鼠讲：无要紧，牛足够游水的，咱来找牛，叫伊甲咱挨过，都无问题啊。好佳哉！比赛迄天啊吼，迄牛游了上紧。毋过坐伫牛冠顶迄只鸟鼠吼，想要害迄只猫仔，伊雄雄怎甲猫仔塞落水底啊！猫仔袂晓游水啦，怎伫水底喊救命！救命！谁来救这只猫啊？哇，迄牛啊吼，本来就要得着冠军啊哦，猫鼠啊，佫冲足紧的，冲去冲头前，大声喊讲：我是第1名，我是第1名！猫鼠啊，咱还过分。嘿啊，所以即马吼，所有的猫仔看到鸟鼠啊，拢会起立；啊，所有的鸟鼠啊，看到猫仔，就拢立起来。你有想到阿嬷讲的话无？有，阿嬷定讲，厝内无鸟，鸟鼠会跳骹。就是安尼啦，我看时间换差不多啊。你有巴肚枵无？咱草转来找阿嬷，好无？好，老师有讲爱食健康的物件，阿嬷种的菜拢无放农药，咱同齐来去食阿嬷煮的杂菜面。感谢大家欣赏阮的表演，请多多指教，多谢。上节小红包。我是 Jimmy。来好，我是水水，你是？来好，阮是台中的台语家庭，啊，阮的囡仔是自学生，所以今仔日阮为台中来，真欢喜看到恁呢。今日咱要唱一条歌，迄条歌就是叫做无人机，这是一条台语路亲子乐团创作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当介意，啊，你若大家若有兴趣，等下为迄对囡仔讲台语迄搭，咱有一本册，
大家会当去现看卖吼，嘛是伫个 YouTube 嘛会当找到迄条歌。好，安尼即摆咱开始唱歌。陪你去，陪你去，一年三四陪出去，陪你去，陪你去，乌拉市陪陪着地。请问你要陪去佗？请问你要陪去佗？我想要世界生一个，我想要世界生一个。今日风真透吼，大家当拍一下酷跑的运动一下，较袂寒。陪你去，陪你去，陪你去，一年三四陪出去，陪你去，陪你去，乌拉市陪陪着地。请问你要陪去佗？请问你要陪去佗？我想要世界生一个，我想要世界生一个。咱等下要飞去4个国家，准备起飞哦，准备起飞，飞去肯亚，飞去肯亚，飞去马来西亚，飞去马来西亚，飞去瑞典，飞去瑞典，飞去加拿大，飞去加拿大。嘿，嘿，咱今摆我来飞向世界，飞向世界，免惊，飞向世界，免惊，让世界知影咱的名，让世界知影咱的名。飞向世界，免惊，飞向世界，免惊。我是家己的第一名，我是家己的第一名，我是家己的第一名。准备讲咯，多谢。哦。安尼，即摆咧，咱就来做伙唱，搁是唱一遍，安尼好。啊，开始哦！啊，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哦，开始来。一二三四，陪你去，陪你去，一二三四陪出去，陪你去，陪你去，乌拉市陪陪着地。请问你要陪去佗？请问你要陪去佗？我想要世界生一个，我想要世界生一个，飞向世界不免惊，飞向世界不免惊，让世界知影咱的名，世界知影咱的名，飞向世界不免惊，飞向世界不免惊，咱是家己的第一名。咱是家己的第一名，咱是家己的第一名。好，送互大家，大家拢是第一名，感谢。哦，讲过咧，阮是对阮讲台语台中的共学团，啊，阮嘛是这就是拢是做好代志啊，所以才会当来阮的单位耍一个游戏，感谢你。啊，过来邀请第13组。阮是第13组，我先自我介绍好啊啦，因为我本身姓云，白云的云，足少听到的，啊，所以哦，足侪人听到我的姓，听到我的姓，我会讲吼，你应该毋是台湾人吧？那当然就是我是外国人。啊，因为我应该是讲我出生是陕西，所以我讲话有当一个海口腔，嘿，所以我一下讲台语，人对人讲吼，你是毋是住一鹿港，还是海口？对，因为我就是迄边的音学堂。
啊，因为我嫁来中华已经嫁10年啊，所以话海口的伊有小可改善啊，啊，毋过嘛是都有小可阴地的啦。啊，我生2个囝，这是我大汉查某囝，我倒一个囝是倒一个是细汉的后是伊台语遐袂啥会讲，阮这大汉查某囝较会讲，所以我今日带伊来遮斗阵参加这个台语家庭的分享的故事。那再来咧，阮细汉查某囝咧，阮大汉查某囝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要分享的故事是万草园真趣味。今仔日是休寒的头一天，阿母想讲要互我放轻松一下。拄啊好最近是草园生产的季节，所以阮就决定要去大湖万草园。一到遐，我看到果子园真侪人，车拢挡伫路边，大家满满是。果子园内底草园看起来拢真水的款。一开始我甲阿母哪行哪看，毋过我也是看到雾煞煞，毋知影要安怎叫人接着。阿母就笑眯眯甲我讲，因为今年的雨水较少的关系，所以草园大出。你若是看到草园又搁红又搁大粒，就会使挽啊。刷落来，我就加刀摕咧，开始拿锤拿挽。一时啊，我就挽到又搁大粒，又搁大粒，又搁红的草园啊！我赶紧摕互阿母看，阿母嘴笑目笑，佮甲我学语讲：学干那底豆油，无底看哦。我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多谢大家。中下歌嘞！来，后一组黄奕晨、黄品伦、黄信哲。感谢主办单位，好，今日我有就来机会来同大家讲一件迄个台语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咱61岁彰化人拢真熟悉的台湾妈祖，彰化妈祖罗河先生的故事，好。要讲这个故事进前啊，我先来大家介绍这两个小朋友。这是我的大汉后生甲细汉后生。伊伫咧2-3年前，台语是完全拢讲袂咧转，听无啥有。为着要因我都安尼逐头进步，为着世界若倒位通表演的机会，阮着世界上台去表演。所以今日感谢主办单位互伊这个机会，互因两个有这个机会去成长，先去进步。好，以下咱大家听来讲这故事。来，彰化妈祖。讲到妈祖，大家一定会想到南瑶宫的妈祖婆。不过，今仔日我要甲大家绍介是，和大家称号做彰化妈祖的罗河先师。西元194年6月28日。罗河出世伫彰化的时仔尾，16岁迄年考入去总督府医学校，出去了后，开一间罗河医馆，老一辈彰化人拢叫伊走家先，也是走家先，因为伊嘛伫医生馆替人看病，嘛定定坐三轮车四界去往诊。走家先，走家先，替人看病走大先，街头巷尾走无停，透风落雨伊做钱。我先医生这细细，不管是啥物款人，啥物款镜头，伊拢尽全力替患者医治，请侪人的性命，因为安尼想着保全。对无法度甲医药费的人，伊照常替伊看病，敢若摕一本小簿，伊顶面做一个记录，若袂甲因好笑。有一年过年前，替伊带三轮车的阿良啊，想讲要过年啊，就摕小铺去收下。何阿先知影这件代志了后，毋若无学倒阿良。电脑甲美甲用买草头，伊讲，遮个人就是因为无钱，才着欠笑。即马现着要过年啊，伊搁去好笑，
是要叫人安怎活落去？落尾，搁甲小铺相戏杀。热河是一位医疗真好的医生，嘛是一位关心社会价值的作家。伊医治患者的病痛，搁用笔写出台湾人上压着悲惨不幸的心声。伊救的不只是一条性命，也是一个家庭。伊诊断的毋但是人的镜头，搁有显示社会的百姓苦楚甲无公平。伊想着大家的敬爱甲尊重，伊嘛是咱中华人的骄傲。毋才会，互人称呼伊是中华妈祖。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多谢大家。中山沟嘞，许玉成，请准备。伫厝拢教阮阿嬷讲台语，阮的台语嘛拢是我阿嬷教我的哦。阮的家庭足幸福的，所以讲较好呢。所以今仔日我要来分享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斗做家事，三人若同心，乌土变成金。厝内每一个人拢爱斗做家事，分担父母的辛苦，家庭才会幸福。我的阿母无上班，伫厝里顾小妹，照顾家庭。逐工放学，我回到厝，阿母拢会叫我伫饭桌仔顶写功课。伊若无用传暗顿，若教我写功课，小妹会乖乖仔伫面仔身报红啊。等我功课写了啊，阿母嘛煮好啊。我甲物件收收咧，甲饭桌仔扭出来，搁赶紧去斗添饭。阿母真注重阮的营养，暗顿有鱼、有肉、毛青菜呢，传甲足澎湃。这时阵，阿爸拄好下班回来，小妹看到，顿那走去甲阿爸晒奶。食完饱，我帮阿母倒去桌顶，像这款细项我做会来的，一定欢欢喜喜斗3工。阿爸讲，厝里爱无用的代志足多，所以伊爸爸会拢想要洗碗。你看，洗几大摊嘛无咧惊。阿爸洗碗的功夫真正是无臭大哦。哦，因阿爸真正足厉害的，讲洗碗哦。暗头啊，粪扫车来啊！阿母带小妹去巷仔口等粪扫，小妹倒赶洗包的，阿母捧大手的资源回收，厝边嘛有人出去倒粪扫，大家拢会甲辛苦的清洁队员讲多谢。阿母嘛定定讲，伊真感谢阮家斗做厝内工课，伊感觉足幸福的。好，安尼我今仔日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多谢大家。哦，咱啊吼，爸爸就是爱伫咧厝的，咱爸爸就是爱伫咧厝的洗碗吼。现场的爸爸有听到无？哎，今仔日吼，我要带这个吼，伊真厉害哦，吼，伊真够拢错，啊讲台语嘛有认真哦，嘿，啊伊要来甲咱分享，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读叨位？大家好，我是平和国小姓名啊，我的名叫做王依柔。平和国小的吼，嘿，伊今仔日要来分享讲伊甲阿嬷平常时啊吼，日常生活，伊就讲话吼，来。最近阿嬷听我咧唱囡仔歌，互伊想起阮细汉的时，伊讲阮若爱困的时阵，伊就甲阮抱咧，咱摇咱唱。伊啊伊困，一年大一寸；伊啊伊笑，一年大一笑。阿嬷讲，伊愈唱愈大声，
我的目睭煞愈白愈大蕊，互伊一粒头两粒蛋，毋知要安怎。我甲阿嬷讲，原来阮细汉就袂爱困，莫怪几若年佫大无一寸。阿嬷听一个笑嗨嗨，讲好佳哉！你虽然人的身躯底，毋过目睭大蕊又阁水。听阿嬷讲话，骨溜阁笑开，实在真趣味。我决定要学闽南语，阿嬷就是我的老师。阿嬷虽然无读册，毋捌字，但是伊捌真济代志，阁会做米菜，互我约。头壳顶两支角，软软袂相搭，较接飘歹触角，上惊一头拍。恁敢知影这是啥物？是落泪，真心是好，也个我。伊仔圆，伊仔甜，伊仔好食，甲经理将阮的好话报上天，歹话挂一边。阿嬷讲，这是12月24送信的时阵咧念的。啊若过年时就爱念，正月初一早早起，大家恭喜笑眯眯，平平安安，事事如意，快快乐乐过新年。恁看我的老师讲话实在是骨溜活泼，讲起来阁袂拍角。阿嬷讲，闽南语毋若趣味尔尔，阁真有学问呢。毋管是天文地理，也是做人做代志，拢总有价值。毋信你听看卖。乌云飞一山，泉水摕来满。未食5月粽，看球毋愿放。古早人无天文气象通好看，嘛知影要安怎做。也阁有最好食得人疼，细歪歪倒头栽。这是阿嬷上惊教阮教示的话。也阁有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人若甘愿做牛，免惊无犁通看。这种话，互人听了心头疼。短短一句，较洋咧，也拖较拉久。恁看，我的老师虽然学历无真悬，但是校阮真巴甜。好，来，伊分享伊的阿嬷就是伊的台语老师安尼吼，安尼阮的表演到这结束，多谢大家。来，再见，阮家讲台语的家庭。谢谢你好。Hello， 阿君，这是什么所在？台语园区。你会记咱张会来这要唱什么无？来表演唱歌。唱什么歌？草仔鸡。甲什么人来呢？甲船长、阿嬷、阿伯、义工、阿姨、阿姐、小弟。你敢有闹热无？真闹热哦！真侪人来遮佚佗呢。阿嬷，哪会遮尔侪人来咧？因为迄天有办台语艺术节，所以有表演，啊，阁有真侪佚佗名通耍。恁有耍啥物无？阮有念俗语，做佚佗名。哦，有念俗语，啊，你会记你是啥念啥物俗语无？食一回，学一回，人真老真散，日后好相看。好来，阿君，什么叫做学一回，食一回，学一回？
咱人拢爱一直学物件。阿如，啊，啥物个认真留一线，日后好小看咧。叫咱人毋好讲大声话，讲歹听的话，互人面子，朋友才会愈来愈多。袂歹哦，佫会记哩咧。安尼咱来算接话好吧？好，来。一支草，一点路，食人一口，骗人一道，人咧做，天咧看。来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赢才会赢。袂歹哦，除了好耍的俗语，佮有学着啥物？你敢要家己讲？迄天你有去算啥物？两代里，搁有做7号名啊！啊，你算几遍？我算3遍。哪有人算到3遍？阮甲阿嬷去讲，阿婆的拢摕来算，真好算的。后摆若有搁办这活动，你要搁来无？要哦，有通学着处理的代志，搁有通算。搁有通活着介意的礼物，甲好食的物件。哇，真正是有食，搁有量。一件2个蒙拉兼西裤，代志家庭分享到这，多谢大家。来，掌声鼓励，来欢迎再一次掌声鼓励。你好，我是中教台台语系4年的学生陈成佑，这是我国校的时阵的台语老师。人讲吼，有状元学生，无状元老师，确实是有影。自细汉的时阵，伫迄个编号国小啊，我咧甲训练朗读的时阵，我是安尼看。即马我咧甲伊讲话的时阵，我是安尼看。啊，人佫变甲遮大只。是啊，时间过过实在真紧。啊，到呾嘛已经差不多10档的时间啊。人讲吼，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来嘛难交配啦吼。因为呢，老师甲我是住共枕头，但是呢，伫咧伊做我的老师进前啊，吼，我做伊学生进前，阮是从来毋捌熟悉的咯。是啊，甚至田无够，水无流的。是啊，无错，明明就是住隔壁条巷啊吼，啊到呾煞拢到迄个时阵的进前啊，完全无熟悉啦吼。是。所以为迄个时阵开始啊，阮才知影讲，其实阮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咱两个拢是住伫咧花旦乡，对无？嘿，北口村。对，花旦乡的北口村是住共枕头。嘿，你即摆重点是要讲，你妈妈是阮的村长就对啦。毋是安尼，我不敢讲，吼，迄是真拄好真幸运啦吼，啊嘛拄好乡亲的牵线，所以旧年阮阿母有当选阮即阵的即个村长安尼啦吼。阮当我5票咧咯。真感谢安尼，我真正家己写票安尼。是。好，但是呢，今仔重点啊，主要是想要甲大家分享啦吼，因为阮其实拢真烦恼，咱的台语看就是有一天真正会消失去。哦，这件代志呢是大家拢知影，但是呢，其实伫咧体制内有咧运作，但是咱体制外吼，咱家己伫咧民间会当做的代志，到底是啥物啦？吼，阮开始咧思考这件代志，所以阮就想到一项，就是讲，咱下当啊，为囡仔开始，因为囡仔是咱台湾是咱未来社会的主人嘛，对无？所以呢，阮就开始为这个国校来推测咱的课程。老师，你敢会记咱上什么课程？上迄个，咱的迄个花旦绘本。这个读剧班吼，这个绘本呢是利用咱的这个作者或者咱周馆长，咱周成佑周馆长所做的这本花旦的绘本，来甲咱的囡仔来做小解。今仔日嘛拄好用这个的机会，要来甲大家小解讲，阮花旦到底有啥物款的特色？嘛，就这呢嘛是阮这个课程内底一寡课程
一寡核心的部分啦吼，来大家做分享安尼啦吼。主要是讲要互咱花旦，咱遮的迄个花旦囡仔会当明白讲家己的家乡内底到底是有啥物特色，有啥物特别的人物啊、食的啦、大的古迹啦，有啥物甲人无共的吼。是，所以会当利用即届的机会、课程的机会，吼，会当有即个互囡仔有正确式学习的机会，嘛会当互因认捌因的家乡，对因的家乡有初步的了解，这是真好的在地教育。对。是，安尼咱就开始来甲大家小解阮花旦的部分。老师，你敢会记哩？咱花旦较早叫啥物名？加东卡啊！哦，真厉害，真正是阮的老师。安尼。无头开，安尼好。加东卡老师敢要记你为什么加东卡会叫做加东卡？咱花旦为什么较早会叫做加东卡咧？你莫故意考我，你家己讲就好。好，真好。安尼就是甲大家分享啦吼，因为阮较早花旦还未开垦进前吼，是种是有生真侪加东树，所以在咱的先人咱先人来到花旦的时阵，看到足侪加东树，就说加东卡到啊。所以因陆陆续续后壁的人嘛，对咧，甲即个地号名就号做加东卡安尼。是。安尼加东卡，为什么加东卡后壁搁要改做花旦？是啥物人来改的咧？大家敢有人知影？我知。老师你知？是日本的迄个皇主。哦，对，无错，就是咱讲的王子，但是日本叫做皇太子嘛，吼。因的皇子呢，因的皇太子来到台湾巡查的时阵呢，因为较早就是因为铁路通车，嘛是日本人替咱起的，起了后呢，因着即个来台湾视察，视察的时阵经过加东卡，然后加东即个名，日本音啦吼，日语音哦无好听，吼，叫做下边客的意思啦，吼，所以转甲改名。嘛是共款，是即个即个名，但是呢是无共字啦，叫做花旦。除了讲咱知影咱的历史咱的古早的故事以外，现主时咱嘛爱知影讲，咱即马花旦有啥物款的特色？老师，安尼你讲，你感觉安尼对毋对？咱花旦的特色多咯，咱就先来讲花。花对无错，即马现主时就是要讲花。咱花旦上出名、上有代表性的花是啥物花？大家敢知？无错，有阿瑞，无错，就是望年花。望年花呢？为什么花旦望年花遐尼出名？就是因为阮为民国60年开始阮就是重点国家重点咧栽培即个望年花的即个重点啦吼。阮的望年花呢，毋若讲有望年花，搁有做一个望年花馆啦吼。阮的望年花馆呢，伫咧即个内底吼，阮有真侪望年相关的产品，大家有闲嘛会当来遮行咧。好，除了望年花以外，阁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做金针花。还敢有人去过？对，真水对无？咱毋免搁搬山过岭去到花莲去六十担山看金针花对无？咱花旦家己就有真水真好看，咱家己的金针花。这伫遮呢会当看金针花看了，顺便来去食山产。讲到山产拄好人讲有食了有掠所以呢伫遮。阮花旦阁有即个绿竹笋嘛，真出名，伫咧白山区，因为迄边的水质非常的好。伫遐呢会当有足侪咱讲土鸡仔城，内底有卖真侪咱的即个绿竹笋相关的产品，大家会当有闲会当来遮行看咧。除了这以外，阁有果子阮家己花旦的西施油，甲别掠的即个文旦无共款，阮花旦。即个西施油较圆、较大粒，而且真正是甜，特别好食。特别好食。除了这以外，最后要甲恁介绍，阮花旦真出名的庙师文德中，当年的即个元宵顶牌嘛是介出名元宵节的时阵，有闲嘛会当来遮行看咧。咱还阁有古迹咧。咱花旦的古迹，老师再来讲看卖无？叫火山岩嘛。对，无错。即个火山岩甲别个所在无共，因为伊是。佛教的庙师，咱台湾大部分是传统信仰的庙师，但是呢，咱的这个火山岩伊是佛教，伊是拜观音佛祖的，所以呢，而且伊阁有100多年的历史，伫咧遐，除了拜了后，阁会当4月的时阵看咱的母亲花，就是咱的金针花啦，吼。好，除了这以外，阁有一个叫做
鱼材料，哦，伫咧鱼材料这个所在呢，哦，有嘛是真济真济的这个鱼材，全台湾一半以上的鱼仔的鱼材拢是为遮出来的哦，吼安尼今仔日咧，阮的大概这是阮课程内底甲囡仔所了解的部分，甲大家分享就到遮，多谢大家努力。你看，阮哋即摆学生啊，拢伊咧讲的，你看阮有够无？嘿啊，好，来这一组，来这一组中下歌咧。阮今日要发表的是中华大城。西滨海峡好咸风，南外落水软入海，中华西南阮大城。地名传说真趣味，新来开垦为大城。生活困苦，大寮仔做厝，15村13寮，番薯寮、竹寮、菜寮，种啥同人知。林厝寮、王厝寮、吴厝寮，说啥无讲，你嘛知。土肉无肥，收成歹，变巧出头天。鱼鸭兼饲拉仔，各种番薯，全国拼第2。大城土质沙地，西瓜田边搁打水。土豆在地介出名，也有鞋仔较少的，少年嘛是行。为道东7年传到家，你伫武陵社，全南乡4年1轮，公馆变做第2名。弯弯错弯，亲像一个糖，这是鞋仔上主要的产地。骹吼有够厉害，伊会当倒迄个咸甲酸，就讲无，伊会当倒，伊会较，这个。老 PK， 鹅是龙啊厝鹅，甲蛇啊鹅，是中华关的第1中心。打拼的做事人，种做安正一片过一片，牛啊天天，葡萄乌过天。全国产量上济古风葡萄地块哦，温室栽种降第1，早春4月就水市，葡萄满枝土豆老，最好食看秋嘞，国小附近的蚵仔饼，古早味的蚵仔面。社委员，互我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阮的画师今日因为有代志无过来，伫遮要欢迎大家吼，利用这个有火车咧行彩绘小火车吼，带囡仔、老人嘛是。蔡元琪好，来介绍。大家好，我是蔡定雄。好，大家好，我是林祖伟。大家好，好，阮今仔书院上出名，一个人早期以做事为生。60年代发展全国有名的纺织产业，争做第2特色。和你家长宿舍，日本时代留落来的历史建筑，因为北部基准的印刷甲制作需要。即摆改做生活美学中心。今仔日你什么名？叫2001名，徛在遮，我予你一个好名声，好大家听。所以绘本内底吼，有阮有国信，有葡萄酒，这地形性的伫对一个所在，我每一个仔挂面吼，番薯壳、番薯枪、番薯粿三个拢是番薯。是啊，包括阮即摆壁公仔厝，吼，用壁边仔做壁，牛屎甲草枝落去抹石灰去抹壁吼。地下名做新社讲，较早伫个中西里有5个人就伫遐开垦叫5间厝，有13个人做伙伫遐做伙开垦的因单，就叫做13间啊。有啥物去？可能嘛无讲做认真咧读，对。所以我想讲，
咱其实是伫海外拢会通看着讲，拢会大家拢会去点家己的所在，咱敢若咧点拢感觉会讲无啥物有兴奋的事。该上课安尼好，好，那安尼就好。大家知影参会是花，景就是树子，花枝树，花枝树栽。讲台语，真欢喜，讲台语，我。